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无非阁是随机掠人的事件。高雄基山一个18岁女大学生，昨暝和一个生婚的查甫人甲对甲停单红灯的时阵，对方向甲问讲：“我敢会当甲你熟悉咧？”女学生就青惊，催油门赶紧要离开，对方竟然有意外头无爱互伊走。这女学生是强机车驶咧走，驶到加油站来报案。不过这外头已经去互油歹去了，后这个女学生是惊甲心肝头皮泡菜。被一个男生从旁边拉外套，当下就很害怕。回想起来，这个女学生还佫会惊，因为伫个站暝，因为基山骑车要转去的时，有一个查甫人为后壁一直甲追。台29跟台22的十字路口要右转，就是右转过去，然后停红灯。他说他想认识我，可是我说我不要，然后我就想走掉。一个甲拒绝对方煞出手要甲诱落车，这个女学生当时穿一领外套。规条遮久，强要带落来，你看油了有偌大个，加在当时走有去，也都无，结果恐惊不堪设想。代志发生伫台29号线这个路口，就是李岭大桥附近无徛街嘛无店面，干那车尔，算较偏僻的所在。当时这个青婚的查甫人，甲对到遮可能是看准边仔无人，等停红灯时对伊出手。目前我们已经有锁定几辆可疑的这个涉案的机车车主，那在经通知被害人前来指认之后，后续会做传唤通知到案的嫌疑人的这个动作。警方调附近的监视器了，目前已经锁定特定的对象要调查，就惊讲凊彩掠人、杀人事件佫发生，所以讲唔敢大意，赶紧要将这个查甫人甲找出来。